为了要鼓励少年朋友参加志愿服务，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对2021年开始，委托中正大学成立分家青年志工中心，要提供少年人参加社区甲非营利单位的志愿活动的机会，关注社会弱势，培养同理心，嘛增加在地认同。 少年志工详细教特殊教育的学生来做耍来表演美容的布红仔，透过这场融合的艺术体验，互来参加的学生囡仔大家拢真欢喜。特殊教育的老师就讲，这对因的心理甲情绪有真好的帮助，嘛，互因练习来接触社会。融合教育就是爱互这个囡仔和外口的人来做一个接触，佮有互动，顺续甲训练一下社会技巧，社会互动的技巧，安尼，互阮的囡仔和这个社会袂讲有一个脱节。带这个囡仔，我嘛感觉真趣味啦，所以我就继续会参加这个活动。国立中正大学受到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委托，成立分家青年志工中心，要伫婚姻关甲家庭关系提供志工的服务甲训练，透过在地社区或者是非营利机构的培力活动，互少年志工伫参与的过程当中，增加因对社会弱势的关注。希望从中呢，可以让青年朋友有获得不一样的学习跟成长的机会，让我们的一般的青年呢，可以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同的人，可以培养他们更多的同理心。因为平常有当时要出门要参加活动，较无方便，家长有的家长可能嘛较无法度带因参加，然后总讲学校若会使支援这部分的话，会使增加因一寡经验安尼。分家青年志工中心表示，一般少年朋友其实无啥物机会会当甲特殊教育学生做伙上课创作。这种互动的课程，唔能互志工拍破一寡刻板的印象，嘛希望会当为这服务的经验当中，找到因自身所学的专业甲社会的关联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